我如心分享 Kelvin， 今日介紹全城會綠座 D 室，實用面積522尺，而家大家睇下。入到嚟呢，先睇下廚房。咁廚房呢，見到係長方形嘅設計啦，有窗，交樓標準，有基本嘅電器。咁行翻出嚟呢，呢個位置可以做翻飯廳。近露台呢邊呢，可以做客廳啦。露台望出去景觀，遠望到山景，望返荃灣市景。行入去睇下啦。咁走廊行入嚟呢，左手邊就係第一間睡房。見到廚房呢，都四四方方，景觀呢都算開揚。睇埋浴室，浴室呢都係交樓標準，浴室有窗。睇埋主人房啦，咁主人房呢，見到有足夠位置可以放到大床啦，亦都有位置可以擺到大衣櫃。如果對單位都有興趣或者想了解更多，可以聯絡我啊！拜拜。